这是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达桑莫。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敦促藏人重视藏语发展；美国自由之家最新报告，西藏与叙利亚并列全球最不自由国家；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藏人感谢斯真洛桑桑格在任期内的出色服务。专家批评中共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财政部呼吁北美藏人在网上注册自愿缴税卡。流亡藏人教育委员会召开第8届年度大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2月27日，在印北达仁萨拉的寝宫透过网络视讯主持藏历正月15神变节起源大法会时，敦促西藏境内外的全体藏人重视和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指出，选举组표일이야 도나 체스체과디 디 개심으로샤 가려서나 안데 샤마타고 나신기 거주된주디 표이나려요리 거주된주 슝디디 제이나라데 주르사디 네고 시락하고래 저선 소수 게이나로 소수 게나로를 여대베 간다이니 거주된주디 표이나려 여비잖아요 표일이야 도나 숙체스야지 다 채식이지 체리 고르이네리 첩시 고르이네리 진짜리야다 게이디 쪽으로 차대요리 레디네 별랑기 쳐더 리숑 저분이 찌르이네 그게 도나래야기 다 가다 산예베 떠주 드즈제디 부인하는 여러봐 진짜 인도 자주 부일이야 도나 치스야지在起源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应拉达克佛教团体的祈请，向信众传授发心仪轨。藏传佛教格鲁派甘丹法座持有者甘丹赤仁波切、格鲁派各大寺院的住持和前住持等僧俗信众参加了当天的法会。另外，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于3月3日发布的2021年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中，西藏和叙利亚在2020年并列全球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中。根据这份报告，西藏在全球自由度排名中仅得1分，与过去6年保持一致状态。自2015年以来，连续6年跻身于全球最不自由的国家之列。2021年的排名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变。西藏与叙利亚并列成为全球自由度最低的国家，而在政治权利方面，西藏的得分为3%，综合得分为1%。此外，在即将完成10年任期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结束对印度西金邦境内藏人社区的官方感谢之旅后，于2月26日至2月27日对阿鲁纳恰尔邦境内的米奥曲培林和迪族达杰林藏人社区进行了访问。上周六2月27日，米奥曲培林和迪族达杰林藏人社区民众隆重迎接了到访的司政洛桑桑格。随后，司政在欢迎会上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当地印度政府官员也出席欢迎会，并向司政赠送当地的传统纪念品，以表示感谢。本周一3月1日，司政洛桑桑格在访问印度梅加拉亚邦首府西隆的藏人社区时，接受了《西隆时报》的采访。当天，《西隆时报》以要了解中国，先了解西藏为题，发表对司政的专访报道。在结束对藏人社区的访问行程后，司政洛桑桑格在西隆会见了印度远藏团体
驻当地的区域召集人索梅亚德普达塔，并就西藏问题、印藏边界冲突、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等为题向当地媒体发表了讲话。与此同时，在为期1个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期间，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于本周一3月1日举行会外网络讨论会，讨论在中国长权下的西藏人权状况。据了解，与会人士在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包括中国蓄意摧毁西藏文化、身份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政策和计划，中共强迫西藏农牧民接受军事化的职业培训等问题。此外，与会嘉宾还突出介绍了包括西藏比如县导游宫阙吉巴等在中共的监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而身亡的事件，以及就中共侵犯西藏人权的案例进行了讨论。应邀出席会议的演讲嘉宾包括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阿德里安·岑兹博士、西藏问题专家兼作家凯特·桑德斯女士和驻日内瓦办事处人权事务特别专员陈列曲基女士，并由驻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甘丹措摩女士主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于近日发布公告，要求所有北美地区的藏人填写谷歌表格，在线注册流亡藏人自愿缴税卡。据了解，财政部此次推出谷歌表格的目的为确保缴税藏人的电子邮件、出生日期和自愿缴税卡号码等之间对应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已收到约400个注册邮件地址。但财政部相关工作人员进一步呼吁，每一个在北美地区生活的藏人都通过谷歌表单提交其邮件地址，尽快完成注册工作。据悉，该项目将首先在北美启动，根据试点计划的有效性，逐步其将覆盖范围扩展到全球其他地区。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主办的流亡藏人教育及资讯委员会第8届年度大会开幕式于本周一3月1日在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会议厅中召开。教育委员会主席格西拉多在开幕式上讲话时，强调审查议程的重要性，如有关教育工作者的选拔规则，以及促进表演艺术、体育、手工艺等非学术领域的发展，培养更多不同领域的人才，促进流亡藏人社区的全面教育。他还赞扬流亡藏人教育政策的各项原则，同时强调落实这些原则。教育部部长巴玛扬基女士在发言时表示，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经过研究和评估，并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委员会。与会的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于托伽玛给雷在发言时，讲述了前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的领导下如何成立流亡藏人教育委员会的经过，以及该委员会直到当前作为一个自治机构的作用和不断增强的演变过程。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